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，我是钟意婷阿球妹。天时渐渐的进来进寒了，阿球妹爱啊，伫寒天的时节，请好食一样东西。有知道阿球妹爱请好食当道东西吗？冇错，因为我就是吃货。古早同大家来分享寒天的时节爱食乜嘢？爱食火锅啊，火锅底肚做得冰先前有设计过的白玉萝卜啊，还做得冰乌的。冰的乌的以后啊，几只乌的啊，可能我今天的安尼用到呀糖水底肚，那个汤喝起来，哇，当牛当香当好食。韩国人我就拿乌的拿去做。乌的做哦，这个迄当好食，大摆爸爸做爱就同伊讲，听说爱冰乌的。故说啊，你今日的节目当中，就要来同大家来小记你苗栗公馆的好上的农民啊，其中的当道乌的，韩国种出又爽又香又好食的乌的，美老公馆的乌的，推广本大家给家来分享给，欢迎志军，欢迎你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郭志军，欢迎，很高兴来这边呢介绍我们的芋头给各位人士。欢迎志军来到我们节目吼。是。其实啊，泰雅就第乌诶有懂有名的产地，比方说像是大甲，是。对，台中的大甲非常有名的芋头产地，还有另外的就是高雄的甲仙。是。其实大家都不知道，你 Nobody 看到很多大甲芋头其实是有一部分都是公馆的芋头，对不对？大部分的话，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还是这样。对。其实芋头，就是会同太阳来分享，这个芋头在公馆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名。就拿树烘看到这个芋头是，可以先对跟大家讲一下，芋头如果要挑选的话，是不是其实就是要看它的腰围？你看我的手啊，两只手合起来才刚刚好把它包住而已。对，因为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啊，其实我们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先看它的身体，它身体是胖胖的话，这个芋头就是越好吃的芋头。对，而且皮耶，看起来这个有没有？拿起来胖胖的这样子。胖胖的，对，真的。圆滚滚胖胖这样子。圆滚滚的，腰围要胖胖的。对，那我们拿起来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它拿起来要有沉沉的，有一点点沉，那就表示这个芋头是好吃的芋头。没错，然后就会来同他讲用的好食，因为呀哈就有志军他们家的芋头，大家有看到没有？呀乌这上面是白色的很多它就是整块都是白色的。对，那白色的部分的话，它就是淀粉质。那芋头的话，我们要吃比较松软的话，尽量就是吃淀粉质比较多的会比较好吃。好好吃哦，真的超松的耶。对，这的话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刚好是季节，然后所以我们淀粉质是最多的时候，也是最好吃的时候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，为什么有人不喜欢吃芋头？对，我身边有好多朋友，他们闻到芋头的味道觉得很可怕，对，然后觉得芋头粉粉的口感也很可怕。对啊，我都没懂哈，我真的好喜欢。对啊，因为喜欢芋头的人就很喜欢，真的。不喜欢的芋头，他们闻到那个味道之后，他们就觉得很恶心。韩国其实部位啊，对你应该不管客家人还是闽南族群，大家都运用的非常广泛，对不对？从可以做很多柜啊、板啊。对，因为芋头这个东西的话，它除了中式以外，西式也可以做，所以的话，它任何一个料理它都可以使用的，对。对，像是刚刚讲到说，台湾的三大产地就是甲仙、大甲跟公馆。要三张梯缝中的乌尾都是同一个品种嘛？对，我们现在目前全台湾的品种，大家全部都是一样，都是槟榔心芋的。那大家的为什么会种起来呢？口感会不一样呢？是因为它的土质跟水的关系会比较不一样。对，那我们苗栗公馆这边的芋头呢，它为什么会比较好吃？是因为我们的后龙溪的水，它里面含了丰富的石灰质。对，那对我们的芋头呢，它吸收到这个石灰质之后，它会产生更多的淀粉，所以的话，让我们的芋头会更香，然后淀粉会更多，然后又更好吃、更松绵这样子。所以其实虽然黑空种品种的芋头是，但是因为种植的环境、土壤、水碾、某空腰，所以种出来的甜美的果实其实也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你的公馆就会因为有黑龙海，它的刚刚讲石灰质就是有它钙质非常多，非常多的钙质。对，芋头一吸收到了之后，它会产生淀粉质。
对它，所以对它的成长是非常好的。对，就像刚刚讲的，芋头为什么会按的啪啪，不是紫色的？我们去火锅店入场时看到你切片的那种芋头片，是它其实都是紫色的。对，然后那个吃起来是没有松松软软的，就是紫色的那个我们叫芋头的纤维。但芋头纤维当芋头纤维比较多的时候，它吃起来是比较脆的，比较 Q 的，对，反而不是松软的。对，那我就觉得这不是芋头啊。对啊，所以你可能如果说你去火锅店的时候啊，有看到人家切好的话，你可以挑一下，看一下，我们尽量挑白一点的，白一点就表示它淀粉质比较多。不是要挑紫色的哦，不是要挑紫色的，不要以为芋头是紫色的就要挑紫色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哇，所以不一样的产地，因为不一样的水源，苗栗也是因为有后龙溪这么重要的河流来灌溉，所以才会孕育出这么好品质的芋头。对。那其实种植，我觉得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所有的农民都非常辛苦。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，芋头非常难种植。那我也知道，其实志军你们家是使用惯性农法，是。但是惯性农法，本台嘎设到孔天，其实把关也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因为我们的那个种植的方式是为惯性的嘛，可是呢，我们呢自己呢会先做一个安全的把关。那我们安全把关呢是怎么做呢？就是说在我们采收前的2个月呢，就完全停药，停止使用药物。对，那连肥料什么都不用。那我们呢完了之后呢，就会去送检，做一个农药，还会送检，对，做一看有没有农药残留的这个部分。对，那如果我们验出来呢有的话，我们那个芋头都不出的，都不提供的。所以统太雅是有给哈乌尾的成长过程大概要多久？那我们芋头成长的话，大概它成长期要8到9个月，它才会长大，它会完全长大。对，所以的话，我们在采收前的话，在它最后2个月的时候，它其实还会有在慢慢的长大成长中。所以呢，我们那时候就完全停药了，就停药，完全就是不让它有那个农药跟化肥什么都没有了。对，所以的话，在现在到我们那边去看芋头的话，都会发现草比芋头高。真的假的？所以放眼望去，不认真看还唠到该嘛该种，到底是种什么东西？种草还是种芋头？对，就会有这个发现到。对，所以最后2个月是不再喷任何的农药的，对，不再喷药的。对，那我们检验的话，我们自己也会送检。对，那为了就是要让客人吃得安心。真的，我觉得因为其实农民大家都很聪明，都会想到最好的方法，让自己今后会善品出去。他们也不想砸了自己的招牌，大家都希望大家吃得健康，吃得安心。是，所以提前2个月，你就抹杀农药，对，让它有完整的时间把这个农药排掉，完全退掉，完全退掉。对，其实刚刚有讲到，不会2中8都9张捏8到9个月这么久的时间，那前期它在还小的时候，其实它是很脆弱的。对，它是因为我们这个耕种的方式为水耕式的，所以呢，它大部分的时间呢，前期大部分时间都在泡在水里面的话，它在水里面呢，它因为还没有完全沉下去，对，所以它非常的浅，所以它任何的风吹草动呢，它就很容易就倒掉了。对，所以呢，前期的照顾是非常的辛苦，对，会比较辛苦。而且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水田普遍有一个东洋葱的问题，就是福寿螺。对，只要有水的地方都会有。是不是很讨厌？对，真的很讨厌。所以福寿螺对于芋头来讲也是害虫。对，也是害虫之一啊。因为福寿螺在我们芋头这边的话，它就是有一个很讨厌的事情，就是它喜欢在我们的芋头上面啃一个洞一个洞。它啃一个洞一个洞，它只是小洞而已哦，然后它啃完了之后，它就去换另外一颗，它不是把它整个啃完，它只啃一个洞，它就去换另外一颗。对，这里咬一口，那里咬一口，这里咬一口，对，它就当做是把肺一样啊，一直吃一直吃啊，对啊，所以这个福寿螺的部分，我们就是真的很讨厌，对，所以的话，我们都会用一些做防治的动作。那我们防治的话，我们就会用一些古茶粕。撒一些古茶粕下去，古茶粕是很天然的，是很天然的东西，那就是为了是去驱这个福寿螺的部分，对，不要让它再继续啃我们的芋头，因为芋头给它啃了一个洞之后呢，卖相又不好，然后很多消费者他就以为这个是病虫害，然后会以为说里面是坏掉什么，然后可是其实不是，都是福寿螺，只有吃到外表而已，对，所以的话我们都还是会
会使用苦茶粕去驱赶这样子。那除了福寿螺以外，还有其他的可能会影响乳的生长的一点병虫害吗？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，就是我们的叶子的部分，因为我们叶子呢是芋头最重要的地方，因为它有行光合作用。哦。对，所以的话，它叶子呢有一个病虫害的，它就叫做斜纹叶稻虫。斜纹叶稻虫的话，它很厉害哦，它一次来就是一整批的，一整批。那如果说你一个晚上没有去处理的话，它们就会把我们1分地的田全部都吃光光。天哪！对，所以这个是很一定要去防治的病虫啊。对，所以的话，它有时候它吃完了，它觉得没有吃饱，它会去隔壁的菜园吃。哈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隔壁的种菜的那个妇人啊，都会来跟我们讲说，是不是该除虫一下？对，所以其实这些病虫害非常的多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其实乳的生长没按简单，从它小时候就那么的脆弱，而且还要历时到8、9个月这么长的时间，所以它也是1年1获的作物，对不对？它是1年1收的。对，所以呢，很多人都会以为说，芋头是1年4季都有吗？其实没有。是。对，因为每个县市的采收时间不一样。对，那我们苗栗公馆这边的话，是从11月到2月这一段期间，是采收期间是这一段期间。古时候呀哈懂的黑时节了，大家有寒的时间，所以有吃过甲仙的，有吃过大甲。其实你默默的吃了很多公馆的芋头，有寒的时候就得去公馆去请乌的哦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还有喊卡到乌的后面是爱同大家来小姐哦。好，分享真的福起來嘅節目，我係仲一群阿權妹，好，吹一下口蘭水，因為阿權妹嗌口蘭水就會流出來呀。其實啊，志軍今天大家也懂得烏誒很多。我们讲的有甜的，有咸的点心，而本阿 Q 莫应该也是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你们家自己种芋头，那其实也做了非常多芋头的产品，有哪一些？那我们的话，我们有做了一些芋头粿，然后这个是咸的，那它是荤的哈。那我们也有做一些甜点，甜点的部分的话就有芋泥球跟我们的芋头奶酪。哇！对，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芋头，都是纯芋头下去的。对，所以的话，你看它的颜色呢，就是会变得比较没这么讨喜，灰灰的。因为我今天特别穿有一样的，没有这么讨喜，然后我没有穿搭，我也是灰色，跟芋头一样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正常的芋头的话来讲的话，都是这样子灰色的，都没有加任何的香精的话，对，那所以的话，就是如果说你看的直的话，他们在市面上的几乎都会有加一些。真的，对，有时候外面买什么芋头的包子，然后那个整个是紫色的，对，然后想说，芋头是这个颜色吗？而且还会有一个奇妙，你闻起来就知道，哦，这个是芋头味道，但是这是芋头的香精味，是芋头香精味。所以当你在外面买的时候啊，其实你可以注意一件事情，你闻起来那个味道很足的，其实那都是香精会比较多。那如果说你真正的话，我们的纯芋头下去的话，那个味道没有这么强烈。可是它还是有香气，可是没有到这么强烈。对，可以都是比较看看。对。像你啊的给我们带这么多东西来，那其实有一部分是可以去你们那里 DIY 的。是的。哪一些是可以 DIY 的？那我们有给客人做 DIY 的是我们的芋泥球的部分，还有芋头奶酪的这个两个部分。所以大家可能去到公馆，除了可以做 DIY， 可以看看芋头的田园风光，对，还可以 DIY。对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活动。对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话，就是你先让他们吃了这个芋头了之后，感觉好吃了之后呢，可以让他们自己下田去拔芋头。哇！对，因为他们吃到好吃，他们就想要购买嘛。那我们就让他们自己去拔，也是另外一种体验。因为这个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。对，因为拔芋头呢，不是到处都看得到的，都可以体验得到的。对，所以的话，我们就特别开放，让消费者可以自己体验看看，自己去拔看看这样子。所以，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照片都是小朋友去拔芋头，是小朋友拔得动吗？小朋友可以。因为我们的这芋头呢，在土里的范围呢，大概只有3公分左右而已。所以的话，小朋友呢，2只手这样轻轻一摇，绕个2圈，拉起来就可以拉起来了。所以的话，他们都很有成就感。
很快就可以拉起来，他们都很高兴。哇那可是他们很高兴，会有一个问题是，家长会很伤心，因为拔起来就要付钱。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呢。对啊，因为你可是讲哎，台湾你看有芋头的地方就这3个地方。对啊，对真的这是很不一样的体验。对呀，如果你今天来到公馆玩了，看了这么多，公馆有非常有特色的农特产品。对，那有一些可以体验不同的季节，可以体验不同的东西。对，不同的东西啊。对，重要到世界，什么嘢都嘢就可以是来体验乌味啊，做得来看，可以来公馆骑脚踏车，对不对？对，看乌味田，韩国生乌味这么好吃，这么看起来这么美丽，阿 Q 莫应该我都快忍不住的芋头的产品，然后还可以去拔芋头，这是多好玩的活动跟行程。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整套的啦，你有吃又可以拿，对，这是最好的。真的有看到我现在眼神一直在往下盯着我的乌板吗？好，我呀，好，而且来是乌板了。这个乌板啊，大家看一下它的横切面。它的横切面啊，满满的都是芋头。那我们的芋头桂呢，它跟市面的芋头桂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，我们芋头占了80%，那我们的粉呢用的比较少，所以的话你就感觉到我们的芋头真的是下重本，那我们里面呢也用了一些比较传统的客家的手法，对，那里面呢用了一些虾米，然后用油葱酥，然后还有加上一些猪油下去这样爆香，对，那我们炒起来之后呢，就是会比较客家味一点。真劲，你客家传统的米西，那一生下去，你看到这还是还没有就是来这里某够整些味哦。对，这是比较冷冷的。这是凉的，可是我吃到我真的觉得。皮豆猪油，比较香油的那个香味，然后香葱，还有，其实我觉得你们的那个虾米啊，是看起来颜色不太一样，它是红的耶。对，因为我们用的成本比较重一点，所以我们是使用樱花虾。哇！对，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是都用比较好的东西给消费者，对，所以让他们吃的都比较好。对，所以其实乌板的制作很简单嘛，你刚刚讲的香葱油、虾米。是香菇嘛，对，香菇爆香，对，然后就是芋头的那个串枪的芋头，对，爆丝的芋头，而且很粗哎。对，我们的芋头呢，它的话都是用粗芋头，粗纤的。对，那我们的话，因为我们主要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？是因为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，我们苗栗公馆的芋头是真的很好吃。对，那我们不是。因为我们在吃桂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不要去吃粉，对，我们不是要吃粉，我们主要是要吃芋头的香气，对，所以的话，我们的把它比例给换过来，变成芋头占80%，然后粉比较少，真的，内料比较少。你在外面那个香鸡排摊看到的芋头板，对，那个整个都是板，一块紫色的板，那里面就2-3根这样子，对，2-3根芋头就这样，那个吃起来真的很猛不过瘾啊，这个才过瘾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手上这个可爱的芋泥球，它听说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。是，那我们呢帮这个芋泥球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芋球不满。欲求不满，对，吃下去就知道了。因为你吃下去了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你会一口一口的一直持续的吃，所以你会欲求不满的。糟糕，那我只好欲求不满一下。好，对，那我们这个呢，它的话是用最天然的，就是只纯芋头下去做而已。那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水，那因为它是属于甜点，所以我们会加糖下去。那糖呢也不加不多，因为我们提倡是要吃健康，所以我们糖不加的不多。那我们用的糖呢都是用2号砂糖这样子。对，那所以的话，这个东西呢，如果来我们这边做完 DIY， 想要回去自己做也可以，因为非常的简单。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我们操作的话，我们就是首先我们要先把芋头给做蒸熟的动作。那因为芋头它本身呢，它一定要吃全熟的，它不能吃半生不熟。为什么？因为芋头它里面有一个过敏的成分在，所以它一定要吃全熟。那用熟了之后呢，它过敏成分会蒸发掉。对，如果说你吃到半生不熟的芋头的时候啊，你吃下去会感觉喉咙会痒痒的，就像我们的手，如果你手污诶时节啦，刚是我带出来的，可能就会过敏，但是一样，就是你吃下去食道也会过敏这样子，所以一定要吃全熟的。那我们蒸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利用饭匙啊，或是你家里有的东西，开始把它用成泥，轻碾，一直压，就把它用成泥就可以了。那在压的同时呢，因为我们让它有带一点点奶香味，那所以我们会加一些奶粉下去。难怪。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奶香味？有，好好吃哦。对，所以的话，我们这个
做完了之后呢，就把它开始捏成一颗一颗的。捏完了你就可以把它冰起来。那我们呢会建议说冰起来吃会更好吃。冰冷藏就可以了，那它会更好吃，那个风味会整个跑出来。对。这个就是最天然的、最简单的方式。哇，所以我觉得志军都不藏私哎，全部就都开嘎来讲，让大家吃嘎有味地不卡就都在吃嘎走。但是我觉得前提很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芋头。对，没错，你如果买到芋头纤维很多的芋头，你怎么做也做不出来那么松，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对，真的这么松软的口感。是。然后撒下来就会拿素红亚比啊，这个。它是芋泥奶酪，是它上面铺了大概有超过1公分的芋泥，是，对不对？我们芋泥就占了1/3啊。看这个白色跟，哇，好绵密哦。对，这个的话，我们的芋泥的话也是跟芋泥球的操作方式也是一样，那只是它中间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它是用牛奶，我们用牛奶下去把它用成泥。所以的话，你看起来呢，它就会油亮的，会比较像是液体类这样子。对，所以的话，它的口感呢，其实跟这个芋泥球的口感是没有什么差别。它怎么可以打得那么细呀？这个的话就是，如果说你家里有果汁机的话，你可以利用果汁机，用果汁机打就可以打。那我们就尽量把它打绵一点、很细一点，那这样子吃配奶酪一起吃会比较好吃。那如果说你想要有颗粒的话，也可以。那就是不要打太那么细，对，不要打那么细，就我放在上面都可以。你知道，就是有口感的一点，我们就吃芋泥球；要吃更有口感的，我们就吃乌板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想要吃很绵密的，像果酱一样的，那就吃芋头奶酪。对，奶酪这边。对，芋泥奶酪其实也很简单做，下面的奶酪也是你们自己做的。对，奶酪也是我们自己做的。那我们也有开放给客人体验。哇，对，那不就大家都学回家都会自己做了？对，可是就是刚才讲了，前提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芋头啊。对，没有好的芋头，你怎么做也做不出好吃的东西呀。而且其实这些像是奶酪，其实外面的奶酪有一些成分其实没有那么单纯。是，你们的奶酪成分也是很单纯的。对，我们奶酪的部分的话，我们都有挑过，那我们都会使用比较大家的品牌。那的话呢，也是因为奶酪呢，它有时候它会说是荤的，或是奶素的。对，那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呢是属于奶素的，所以素食的朋友也是可以吃的。对，它是吉利 T， 对不对？因为丁是鱼胶做的，对，它是属于动物性的，它是属于荤的，所以我们的使用是用吉利 T。所以其实你们也考虑了很多，像芋泥奶酪跟芋球不满都是生仔的人都可以吃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古手他有时候得看到志军为了行销呀，公共的芋头部位啊，也花了很多心思，推了田园体验，推了 DIY， 其他还有按到某个事情，儿童大家来分享，先休息一下。好，分享真的福气了，也节目阿群莫呀，他爱充满着幸福的笑容，爱跟他说的东东，好色不爱，心满意足不对，还没有满足，我现在应该是欲求不满的状态，因为刚才的东西真的是太好吃嘞，真的非常好吃，所以我很好奇，其实志军你自己也很年轻，那你们家种芋头，一般来讲，还有商人会种芋头，会回家务农，可能大部分都是因为长辈之前。是留下来的田，那你也是这样子吗？我们不是，因为我爸爸他目前还在耕作，那我爸爸的话，他种了大概26年左右了。26年，对，所以的话，他种的历史其实还蛮长的，时间还蛮长的。对，那可是他以前的时候呢，他也不是种芋头的，他以前的话，他是在玻璃厂上班的，然后也不是在苗栗，就是他以前是在屏东。然后长大了之后呢，18岁之后呢就过来苗栗了。哦，因为你妈妈是苗栗人。对，我妈妈又是苗栗人，然后所以他们2个是在苗栗相识的。对，那时候我爸上来的时候，他是去玻璃厂工作，因为那时候的玻璃厂是比较盛行的，所以呢那个工作呢是非常好的。对，那时候就很好，那他就去那边工作。那工作的期间的时候呢，有跟他一起同行上来的屏东的朋友，那他是直接转型成种芋头。那他在种的时候呢，他就因为他们有时候都会交谈嘛，就会聊天一下。那聊天的时候呢，就会跟我爸讲一下，其实种芋头很好，
很好。然后我爸呢就是这样子，一开始不相信，然后后面呢跟他一直聊，后面就说好试种看看。就他就种了1分地2分地这样子而已。然后他种的时候呢，他还偷偷的种，不告诉我妈妈那一种，然后偷偷的种，然后就去种，怕会赔掉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那时候其实钱很难赚的，对，那时候他也怕会赔本的，所以他都不敢跟我妈妈讲，他自己去种，那就种了，刚刚好那一年呢，其实它的价格是最好的时候，哇，所以呢那时候他种了，然后卖出去，拿了一笔钱回来。那我妈妈吓到，怎么会多了这一笔钱？想到你是去哪里，怎么会有多了这一笔钱？对，然后她才跟我妈讲说，其实她有在种。然后后面我妈也想说，赚的也蛮多的，其实还不错。然后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变成全力的去种芋头这件事情。那我们以前呢就是这样子开始种，那以前呢种的比较多，现在种的有开始减少。为什么会减少呢？是因为我们要开始做转型。对，因为以前呢都是爸爸他们种，只会努力的种而已。对。那种了不会销。那销的方式呢，都只会交给盘商去兜售而已。因为在中盘商其实会被剥削了一部分。对，他会刻意的去压我们的价钱的部分。对，所以的话，你努力的种，可是呢，你的成本永远都赚不到。对，所以的话，我们就开始要渐渐的转型。转型成变成是说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品牌，然后开始对外销售。对，我觉得这也是志军回来对于家里种芋头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对。但是我也很好奇的是，志军你这么年轻，你虽然在苗栗长大，但是你过程中也曾经去台北工作。是。对，你之前的工作是？我之前的工作也是一个工程师。一开始第一份工作是工程师，那时候工程师的话的面对的不是人，就是对电脑，对机器，对机器永远都是对着机器。那这个就是责任制，永远都是上下班啊，都还在对着电脑。对，那永远都是一个精神的疲累。对，因为而且我们又是属于乡下长大的小孩，会比较喜欢户外一点，会比较喜欢户外，所以的话就会想说对着机器有点单调，然后就转型。然后变得去卖衣服，对，整个跳很大，对，就跑去卖衣服，然后卖衣服卖一卖的，就刚好有一个晚上呢去打球，然后打球打一打，然后不小心把手用到骨折。那因为卖衣服最重要就是手嘛，因为要折衣服，对，所以的话手骨折没有办法去工作，没办法工作的时候呢，就刚好就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办？因为你没有工作就没有钱了嘛，而且我又是在台北，然后又租房子这样子，对，所以的话，然后就想说好，那我就回去好了。回去的话就开始在构想说我们要怎么去把我们的芋头就做一些推广，做一些这些行销的部分，对，所以的话刚回去第1年呢，我们就开始转网络行销这一块。那在一开始网络行销的时候呢，我们推的时候呢，其实不好推。因为我们的知名度真的不够，所以呢，苗栗公馆的芋头呢，那时候其实大家都不认识，对，所以的话，我们在推的时候呢，一开始在推，我们都是直接用送的方式，用送的，就是说你今天你想要试吃我们的芋头，我们直接用送的给你，对，不管你是私人还是店家，我们先送给你吃，为什么要这样子送呢？是因为他们芋头要吃过之后，他才会知道好不好吃。没错。对，所以我们先用送的方式，送给你吃，你知道好吃了之后，然后我会跟他们讲说，这个就是苗栗公馆的芋头。对，让他们心里有一个深深的印象。对，然后完了之后呢，他们就会开始介绍朋友，就会开始一个一个拉一个。那的话，这样子一个一个拉一个了之后呢，我们的来购买的人就越来越多。你大概花了几个月时间，你才可以看到成果？因为你知道一直送芋头。对，那我们花的时间大概花了1年。1年都是在送芋头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都会问我你到底有没有赚钱？第1年的时候就问我有没有赚钱，我都会骗他们说有啊。对，可是我是一直送。对，他会说你有赚钱，真的有吗？我说没，对啊，真的有啊。可是我都是一直在付出，一直在付出。为什么要付出？就是因为真的要让大家知道，我们苗栗公馆其实也有芋头这件事情。对，那因为我们知名度真的是比人家落后一点。对，所以的话，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推广，让人家知道我们苗栗公馆
真的有芋头这件事情。所以到现在我还是继续努力的在推广，对，因为还是很多人不知道苗栗公馆有芋头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的话，很多客人来到我们这里，我们都跟他们讲说苗栗公馆有芋头这件事，他们都会很惊讶，很惊讶。不在大甲吗？对，你确定没有讲错吗？对，他们都会想说，大甲应该都是大甲，因为大甲很临近嘛，然后我们想说都是在大甲。可是苗栗公馆我就直接让他们看，因为田就在我们的旁边嘛，就直接给他们看，也跟他们讲说我们的产区也是第2大的产区，所以的话让他们有一点点概念之后，又让他们吃东西，吃下去，他们就会深深的记忆起来。对，那这样子的话之后他们就会开始一个一个带一个。来购买我们苗栗公馆的芋头。我觉得志军都无简单的迄个，唔但像迄老七家的武味田推广出去，其实迄老几只公馆体系有种武味人，全部要的武味农民全部就要给推广出去。对，所以你做了田园体验。是。那田园体验不单只是你们的田，你应该是也是希望大家一起参与。对。对，但是在推广田园体验，是不是有遇到一些困难？在推广田园体验，就是像这个拔芋头这件事情啊，我也有问过其他农家。那其他农家的话，他们都会跟我讲一件事情，他们不愿意。为什么会不愿意呢？是因为在我们田里呢，大芋那个芋头的母株的旁边都会有一些小芋头。小芋头呢是拿来下一批种植的。对，那如果说我们开放了之后呢，客人都会下去采，都会把那小芋头给采死，所以就变得他们下一批会没有芋头没有芋头可以去种这样子，所以他们在这一点呢，就是非常非常不喜欢，不想让人家下去采他们的田。那第二点呢是他们呢想说，我今天我要耗时间跟你们在这边，因为还要带客人这样子。对，他就想说我直接卖给盘商，我不用花时间了。盘商他们自己会出工来拔嘛，那我不需要花时间，他们就会来了。那今天你要带客人的话，你必须要花1个小时在那边等他们，然后接待他们。对，所以的话，他们对这2个东西呢，就会觉得比较不喜欢，会比较不喜欢。那我就想说没关系，那我就先做嘛，我先做，那他们先感觉看看，那觉得 OK 的话，那之后他们要加入都 OK。那你这样慢慢的推，有稍微觉得有推动一点了吗？对，目前的话是有，逐渐有开始带起来了。以前的话是只有我们在做，那现在的话，以今年来讲的话，现在目前有看到有2、3个农家也在做了。哇！对，也开始逐渐的开始有增加。对，因为要让他们知道说，我们要推广的方式呢，不只是在网络行销而已，我们也要做一些农地休闲农业的农业的部分，让他们体验这样子。对，这是对我们的推广芋头的推广是最好的。真嘅，然後你就做嚟看到，其實好少人對於也傳統嘅農村有動態嘅幫助，佢哋有新嘅想法，做得去行銷，做得轉型，做得做田園體驗，還有做得做當到好適嘅、好高嘅 DIY 也得。故說我同各位觀眾朋友來講，12月到2月吼，也同期間喺安尼苗栗公館武嘅散期哦，大家有閒嘅時間。記得去公館，來食武味啊，來看武味。故說今天謝謝志軍來到節目現場，謝謝你。沒什麼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休息一下，停停運動時上做運動了。